我是阿岩固。作为一个恐恐的运动人，几乎要24小时都泡在健身房，运动让人心肝马马开。但有人的地方就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，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各种好嘿嘿，哇，球球不能饮酒，哦吼，嘿嘿，啊，呵呵，俺儿好嘿嘿，不让你用。哇，耶，蒋奶奶耶！这样好。哎，你想要用这台机器吗？我正在用哦。笑死我了啦！从耳朵会拿掉哦。这张自己搭不搭呗？哎呦，脚会被遮到了。这样眼袋肿肿的，变懂懂哎，好讨厌哦。听听那点呐。你看这个啦。真漂亮啊！总算轮到我了，我都等到漏叽叽嘞。郭仲成，滴滴嘎嘎，吵死人了！郭仲拍好。我刚好要结束了，给你用吧。谢谢你，你人真好。滴滴答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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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滴答答。嗨，BB，好帅哦！各种毛笔神，哦，你要用吗？我用完了，给你。谢谢啊。今天的分享大家还喜欢吗？如果大家有什么相同经验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。